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台中第74线连接国道1号的工程，按算伫咧后礼拜一就要通车。不过今仔早起伫咧做排水工程的时，所发生检测车并车的公安事故，有2个越南籍的工人受伤，目前拢伫咧病院救治。高公局强调，即马是咧调查事故的原因，嘛袂去影响到后礼拜一通车。 救护车开启引导，甲受伤的工人扛起两桥。台中市第74线快速道路当咧进行接国道1号引导的工程。70早起8点半左右传出工安意外，那就因为无啥会晓操作相关的机械，造成2个越南籍机工受伤的意外。现场有2名外籍移工受伤，身份还有待进一步查证。据了解，其中1名移工对使用器械操作不熟悉，于施工过程中欲安装泄水口时。 因操作不慎，致使另一位移工遭工程车挤压至桥梁。警方表示，意外地点伫第74线北屯2引导要接国道1号就北14.4公里的所在，有检测车并车，造成一个工人和车底伫咧护栏中央，另外一个人是并车受伤。台中市消防局出动8架车，21个人到场抢救，其中一个人乌卡掉伫咧车内，另外一个人倒手骨断去。高公局证实，迄时阵当咧进行排水工程，并骑车是咧检测桥的，工安意外原因搁咧调查。 这个车辆看起来就是车辆重心不稳，然后翻覆的。当时工人是到底做什么事情这个还要去了解。现在那个2位工人都送医院在急救了。乌卡移工差不多40岁，送去中国附医急救，目前已经恢复性命现象。另外一个手骨断去的移工是送去台中荣总急救，目前意识清楚，佫需要进一步的治疗。高公局强调，第74线快速道路接国道1号有计13班通车典礼，工安意外现场会赶紧排除，袂影响通车的时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